马上到家了啊，马上回去了啊，家里有了啊，孩子有了啊，老公有了啊。啊，不知道。哈哈哈哈！我爸爸妈妈有了。哎呦，呵呵呵呵。这样床上睡了，对不对？厉害了嘞！可以睡觉了，东西不吃了啊？要吃什么我拿嘛。巴克切，巴克切，肉，还有什么嘛？啊，我说累了嘛。这有什么好吃的？不放吧。哎呀，就这样吃一次可以，麻烦。真的，我不放，真的。啊？不吃。真的。我吃好东西嘛。啊？吃了什么好东西吧？草莓。好的呀，不错。